始。哦，我甲你设做 moderator， 芭比，甲你 invite。OK， 好，咱这是有录音的房啦吼，啊，咱今仔日要来读白话字版的《出西山》第二回吼，第2章开始。进前是我和芭比咧读啦吼，啊，当然我欢迎每一位有兴趣的，拢会使对我一句念吼。但是人若多，我可能都无法度讲每一个人拢对逐句拢每一个人拢对，可能就是大家用放盘安尼读啦吼。好，但是咱马文甲丽雅甲语文，你敢有兴趣读？好哦，有哦，好来，安尼照轮吼，我看我即马order 就是马文、丽雅、语文甲芭比安尼吼，即两件事吼。马文你头一个吼。马文其实你是免我带啦，好啦，袂要紧啦吼，就安尼啦吼，咱就照轮啦，我头一名。丽雅，马文才无伊啊，好。应该袂。为倒是呀，第2呀。第2啊，就是即马我直播遮，你会当点我直播的迄个网页嘛，看会着啊，或者是你去我 chat room 内底，我有迄 link 吼 ，link 直接 download 落，还是讲你拍开起看都会使吼。咱顶回我小带我复习一下吼，顶回第1章其实就是算是一开始算尾头啦啊。尾头就是小解即个故事发生的背景，就伫咧即个叫做交情庄，我记得吼，叫做交情庄吼，即个所在啊。顶回即个度假呢，田溪畔就甲即个所在吼描写甲真活贴吼，你一看你就知影即个所在啥物所在吼。过来第二回，好开始吼，床前的坐味腿，丽雅。马文再来，马文先。还未瞧好哟。什么叫床前啊？床前的面床头前啊，面床头前。床前面。床前的坐味腿吼，坐味腿大家毋捌听过啦吼，坐味腿就是齐眉棍。就是迄个一支棍啊，但是是推啦吼，有可能顶头有一个推，一个那个铁锤，迄个锤吼。坐味推就是迄个棍啊，悬度差不多是含人要边悬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床前的坐味推。马文要接啦，还是我直接刷？我无看到马文呢。那小等下，我阁无看到马文，我出去阁入来一下，歹势。我出去，搁入来。你拄则出去啊？我嘛毋知有啥物。我倒是离开啊，因为我看我敢若信号无好，一直迄声音安尼拖咧。安尼。好。所以是要按第2节开始，对，算第2节。是，我第2节我读飘照即顶悬迄个文本。床前的坐味腿，是。迄年2月26日咯，伊迄数字我感觉，那是迄种冒号用冒号，怪怪。是。所以2月26日安尼。蔡汉族哦，是蔡汉族。是。蔡汉族的时。蔡汉族的时。草埔当地客甘蔗，因为种甘蔗客甘蔗。乌麻
成了白糖钙几若十老老，古早的老是亲像东京颠倒颠倒电脑顶面看下底尖挂一个空，是用薄薄的土去烧，亲像遐个湿地，差不多有暗光遐悬遐大。哦，第一段，这是即段了。马文多谢啊！你互大家压力足大。什么意思？大家可能无法度倒啊遮厉害吼，像你读啊遮好。我先解释者啦，无即段我看大家就算读过嘛，可能毋知影意思吼。迄年2月26日。蔡汉族的时吼，咱伫第一回有讲起讲，伊会去甲因老爸斗相共弄事吼，去蔡汉族去山顶蔡汉族吼。草坡当地客甘蔗吼，草坡就是蔗坡啦，蔗坡。咱查一下即个大理大书店吼，甘蔗坡，大家敢知 ？CHIA 蔗是 CHIA 第三声哟，坡 PHOU 第七声。哦，蔗坡吼，蔗坡就是你若看大理大书店的规则叫做砂糖制作所，就是你做糖的所在啦吼。所以呢，后壁有再写当咧客甘蔗吼，客是毋是用喙去客啦，是榨甘蔗迄个意思吼。但是我其实我蛮捌用即个词啦吼，KHEH。所以 KHEH 这是无共腔口的讲法啦。若阮是已经来讲课啦吼 ，KHEH 啊，南部人讲课 KHOEH， 但是伊无即个规则伫遮吼，大理大书店无收吼。客甘蔗就是榨甘蔗吼，所以草坡当咧客甘蔗吼，当咧做糖的啦吼。乌麻甲土豆收成了，乌麻大家知啦，黑麻吼，土豆，台语土豆就是花生吼。收成了，白糖钙几若十捞哦，所以即个甘蔗客甘蔗了，就变做白糖嘛。几若十捞，伊的单位是用捞一捞两捞安尼吼。钙，即个钙哩。钙互平，各位有学过无？钙 ，KAI 第三声吼。咱来看，伫遮吼，伫咧大理大书店有收即个钙的音吼，而且即个解说就是伊即个规则就是咱伫遮用着吼，叫做鸟边或者是扫互边，吼，啥物意思呢？比如讲你。用壳仔去堆米的时阵，去堆米要起娘，伊尖尖嘛吼，你甲盖互平，就是甲顶头用互平，叫做盖互平，安尼，迄个动作就叫做盖。所以后壁例句就盖米、盖蚕，蚕你盖啥物？蚕就是你犁过了后吼，伊有空空隙隙，又凹凸不平嘛吼，空空隙隙，所以呢，你就甲有一个物件叫做落斗吼。一个农区啦吼，甲盖互平。除了落斗以外，佫有一个我袂记迄个物件吼，用牛拖吼，
甲盖互平安尼，啊，着伊会，你着所以你看着迄水田有啥表面敢若镜相款，因为伊都盖平过啊，吼。田互水盖平吼。好，这就是盖即个动词吼。啊，所以就是白糖盖几若十楼，就是盖平了几若十楼安尼吼，毋是尖尖啦，迄个盖平吼。老二呢，老了我就无解清楚，因为阮兜我自我捌代志就无咧做糖啊吼，所以我毋知影即个老因咧用即个单位词吼。老我看嘛错有无？当然，你讲，我手头有一本李庆华教授伊甲伊改做罗马字的迄个嘛，是嘿。啊，伊迄个老伊注解伊是用英文注解，当然有写一个4个字啦。是。啊，然后伊的英文注解是讲 a type of traditional container， 可能堆物件的嘛。伊迄个4个字伊是用迄个主路的路啦，就是直头迄个路。OK。老。啊，然后又讲 upside down conic in shape CONIC， 我毋知即字啥，可能形是敢若啥 with the hole on button， 可能伊最后壁敢若是要暗光遐是啥物货啊？你对，咱继续看就会看到吼。然后就是拄则讲的迄个量词，啊，即个量当然就是一拿一用你对迄个 container 迄个来代表嘛，啊，伊就用迄个 container 叫做一楼安尼吼。好。古早的楼，伊过来就解释啊，歹势后壁就解释啦吼。啥物叫做楼？古早的楼是亲像东井颠倒颠倒拄则马文是读做第2声，应该是第3声吼。嘿，古早的楼是亲像东井颠倒就是那敢若白哦嘛，东井铜钟吼，颠倒调嘛。颠倒就是方向嘛，颠倒啊，所以你读考八号迄你捌看，就是八号一般是会对看顶头迄你若看迄图吼，顶头较尖嘛吼，顶头较细，啊是即楼是颠倒嘛，就是漏斗相款嘛吼，顶头看会对尖嘛吼，所以古早的楼是亲像东井颠倒顶面看下底尖吼。挂一个空啊，所以就是漏斗嘛，就是共款的物件嘛吼。所以盖几若楼应该就是讲伊一道盖平了一楼，安尼一个漏斗所装的即个量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继续看啦吼，是用薄薄的土去烧吼，所以伊这毋是东井吼，伊这是用土去做吼，土去做楼。烧做楼安尼吼，亲像遐个色地吼，差不多有暗光遐悬遐大吼，所以诚大吼。暗光就是叫做啥水光啦吼，啊，但是暗毋是水吼，暗光的暗是暗。我看汉字，我嘛毋知影汉字要安怎写吼。暗光就敢若甜物件迄个暗嘛，所以饮水的饮，甲迄个水字旁改做幼安尼。嘿，暗光吼。饮水的饮。饮哦，对。但是左顺的用的汉字是遮掩的掩吼，但是暗光。对。暗光吼，暗变调读做暗啦，阮读做暗光吼。好，这就是迄个水缸啦、瓮啦吼，暗光。好，差不多是有暗光遐悬遐大，暗光差偌悬呢？暗光差一个囡仔遮悬，所以你囡仔若跋落去，你爬袂起来吼。一个囡仔遮大，一个差不多7、8岁囡仔遮悬，安尼。有大有细啦，细当然嘛是有迄一个仔囝吼，啊大上大，你若讲外口你。迄工厂你用的可能大人悬就有吼，迄个暗光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歹势吼，这第一段无解释，可能大家都听无。啊，拄则马文读过啊吼，我相信马文读第二遍已经读到下去吼，因为你知影意思就读搁较紧啦吼。另外你要读一遍无？
有听着吼？有我的声若无，甲我讲者哈。有听着，嘿，迄时乌灯青色，哦，你要继续读的啊？我想讲，即段要大家要复习一下，我讲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要复习一摆啊，嘿啊，要读一摆。嘿，对对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啦，嘿。读，我读两句啊，换别人读安尼。好，会使，会使，会使，嘿。迄年2月26日，错汉字，汉字的时，娶婆当地起工食。草坡，草是因为是草厝啦，吼。老婆当地起工食。是。乌麻甲土豆收成了，白糖甲几拿十老，好，我好。语文爱我甲你带无，还是你有法度家己读？我先带者。好，安尼我甲你带哈。我读一句，你对我读一句啊。我用迄个句刀就倒电吼，我就会听吼。古早的老是亲像东征颠倒黄。是亲像东征颠倒对。嘿，毋是哦，是第三，是第二声，是颠倒足歹读诶，我知。好，顶面看，下底尖，挂一个空。是。好，芭比换你，你要家己读无？无安尼对。好。是用宝宝诶图，去烧。是用宝宝诶图去烧。亲像遐个色滴。亲像遐啊，歹势，我我读着吼，亲像遐个色滴，所以因为是土嘛，所以烧烧若遐，亲像遐就是瓦片吼，嘿，亲像遐个色滴，嘿。亲像遐个色滴。嘿，差不多有暗光遐悬遐大。差不多有暗光遐悬遐大。是，啥呢？欢迎，你要读无？你有法度家己读无？好。好，来第一段。迄时。哦，你要听，你要继续听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你甲读了。迄时乌藤金色诶，志勤啊，我知影做人志勤诶，志勤诶老爸收真济来伫老年顶面高溪底诶薰土，迄个土高诶时，内面乌色诶汤水流对下底出去，即个水通酒，顶边的土若打就个换，安尼3摆后来，老来的糖就肯定变做是肯定吼，肯定
丁变做白糖真有价值。好，OK，感谢。咱真厉害啊啦吼！就第一道读，大家拢有法度读吼。我相信吼，后个月每一个人写叫吼，走哪步吼。好，我甲第二段小解释一下吼，无这古早时代物件吼。迄时乌糖真俗吼，对，迄时乌糖真俗啊，所以志勤的老爸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，就是内底先堆乌糖啦吼。其实我毋捌做过糖，我毋知伊是安尼写，我就安尼讲。顶面固溪底的粉土吼，迄个土糊的时，内面乌色的糖水流对下底出去，吼，即个水通五酒，五酒就是吉酒啦吼。咱来查下五，就是酿酒吼，酿，但是这是华语是叫做酿吼，台语叫做吉，啊嘛，伊只是用五啦吼。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，但是我当然我读过，我知影伊五是熬吼，蒸煮迄个熬，吼，就是所以五酒就是蒸馏酒吼。OK， 顶面的土若打就搁换吼，安尼3摆吼，3摆甲即个顶头的土换做换打去了后换搁换吼，换淡的搁用溪倒的粉土吼，淡的换3摆。其实安尼哪会做糖哪安尼做，我嘛感觉足奇怪吼。后来老来的糖就坚定变做定的嘛吼，变做白糖吼，真有价值。白糖较价值，拄则讲乌糖真俗，但是白糖就是真价值。好，这是第二段。马文，你有兴趣搁甲咱读一遍无？第二段。好，来第二段。迄时乌糖真俗，志勤的老爸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吼，顶面固溪底的粉土，迄个土糊的时，内面乌色的糖水流对下底出去，即个水通五酒，顶面的土若打就搁换，安尼3摆，后来老来的糖就坚定变做白糖，真有价值。哦，真好真好，你看，马文这是算第二段。第二段就开始走啦，第二段就开始走啊。另外，你要读第二段无？还是你来看你啦吼？你要读第二段，你就读，啊无你若有兴趣，搁继续读落嘛是会使吼。还是啥搁要选加读，无啥意义。啊，歹势，我袂记开麦。拄则讲马文第二段就开始你走啊，就真厉害。另外，你要读第二段无？还是要读第三段拢会使吼？你若有兴趣，甲第二段读熟会使。我读第二段。好。迄时乌糖真俗，志勤的老爸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，顶面搁溪伫的粉头啊。顶面搁溪底粉土。顶面搁溪底的粉土。我谈的糊啦吼，毋是糊。溪底的粉土，迄个土糊的是内面乌色的糖水流对下底出去，即个水通五酒，顶面的土若打
三摆，换一个换，嘿，搁换啊，换是就搁换顶面的土若干就搁换安尼三摆，后来流来的汤水，坚定是嘿，坚定变做白糖，真有价值。好。语文来，我带你读吼，第二段。迄时好，乌糖真俗，一时乌糖真俗，志勤的老爸志勤的老爸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，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，顶面固溪底的粉土，顶面溪底的粉土。好，芭比，你要继续，还是你往那要读即段？头前啦，我是讲自头读起。自头读起啊！好好，安尼，头前我头后壁若袂晓读，小看啦。好安尼哦。迄时，好，我开始啊。迄时学堂真俗，志勤的老爸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，老年入伫老年，入伫老年，嘿，什么？顶面顶面个溪底的粉土，粉土吼，粉土，迄土个会时内面乌色的汤水流对下底出去，流对下底出去，即个水通五手。顶面的土，若打就搁换，安尼三摆，后来流来的糖，流来的糖对，糖水对，决定糖酒坚定，迄个毋是水吼，迄个毋是水。坚定哦，酒坚定，酒哦，看错，酒坚定，糖酒坚定对，变做白糖，真有价值。语文歹势，我拄甲你带一半尔，你搁继续缀我读吼。迄个图对遮开始，迄个图，迄个图，古的时，内面乌色的糖水，内面乌色的糖水流对下底出去，流对下底出去，即个水通五手，即个水通五手，顶面的土若干，顶面的土若干，就搁换，就搁换，安尼三摆，安尼三摆，后来流来的糖就坚定变做白糖，后来流来的糖就坚定变做白糖，真有价值。真有价值。三年你要读第二段无？还是看你家己决定？三年你莫顾。第二段第二段是迄时迄时好，我来读。第二段是。迄时乌糖真俗呀。迄时乌糖真俗。志勤的老爸要收真济来入伫老年，顶边顾溪底的粉土，迄个土古的时内面乌色的汤水流对下底出去，迄个水通五手，顶面的土
若打就个换，安尼3摆，后来流来的糖，就坚定并做白糖，真有价值。好，真好吼，大家拢读得真好吼，互我真意外。但是足好啦，这是我就有信心讲，其实各位吼，真正免到一个月一礼拜后，你家己就有法度读啊足顺啊。Peter 真欢迎你吼，你有兴趣来读无？我会当带你读吼，你若袂晓，我当带你读。啊，搁即个是叫做瑞宪吼，歹势我毋知你的名吼。我甲你邀请，你若有兴趣读，你就起来；啊，若无，咱就继续读落吼。过来第3节，为着因时代做绿的农家，阁是好过的家庭，所以动了情饼擦的心啦。它是情，伊这才是属读情饼吼，情饼擦的心啦吼。即句啥物意思呢？为着因是大作绿的农家 ，OK， 歹势大作绿的农家，即个作绿要查者，我袂记啊吼，应该是就是足富有啦，最足大片啦吼。作绿第8声绿，作绿，结果无写即个词吼。马有你的版本敢有甲咱规说即个词？作绿啦吼。无啥要读的。你经过教育伊嘛无拄改，伊敢若就是改写做4角字尔，啊，迄个绿伊嘛无另外写啥物汉字，所以就敢若为着因是大作绿的农家安尼，所以他袂讲，我嘛看无大作绿是啥物货。好，袂要紧，咱来查一个啊，看找来去遮有人知影无？我袂记得去现我较早做的笔记吼，无完全无吼。好啦，无就先让过吼。为着因是大作绿的农家吼，这你会当想啦，这绝对是含是好的，而且是多吼，量是大的吼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后壁就看会出来吼，后壁讲。阁是好过的农家吼，好，歹势好过的家庭吼，是好过你的家庭，就是真富有的家庭啦，好，你厝诶有钱的家庭吼。所以呢，动了情饼擦的心，啥物叫做情饼擦？动了擦的心嘛吼，擦就大家知影，就是小偷嘛吼，贼啦吼，无一定是小偷啦，你。rapper 要共抢的嘛是叫做擦啦吼，伫台语内底吼，所以动了情饼擦的心啊，情饼呢就是情饼，大家较即个音大家较知啦吼，情饼就是争拼安尼，争是争取的争吼，情饼，PIANG 第3写情饼。吼，但你大书顶有收吼，情饼就是强盗啦吼，情饼擦就是强盗吼，情饼擦吼。OK， 好 ，OK， 所以我才讲头前即个大作绿的农家，绝对是意思是因这是一个算大型的即个产做足大片的啦吼，应该是即个意思吼。好。OK， 等你有兴趣再起来读吼。所以这第3段吼，马文雷纳3年巴比可能家己有法度家己读吼，来叫放盘，大家一人读一遍哈。马文开始。
第三段即个吼，嘿，为着因是大作力的农家，阁是好过的家庭，所以动了真变擦的心啦。哦，即段较短啦。对，零啊，为着因是大作力的农家，阁是好过的家庭，所以动动了真变擦的心啦。语文你会使较停袂要紧，你若还是你要读嘛是会使。我试看觅看。为着因是大作力的农家，阁是好过的家庭，所以动了真变真变擦的心啦，擦，嘿，擦头，变擦的心啦。好， Barbie，为着因是大作力的农家，阁是好过的家庭，所以动了真变擦的心啦。 Sunny，为着伊是大作力的农家，阁是好过的家庭，所以动了真变擦的心啦。好，Daniel 有兴趣读无？无听到，为什么无听到你的声吼？好，袂要紧，我有甲你invite啦，但是你无起来，所以我就读吼。来，继续看后一段嘛，倒啊吼，可能每一个人都法度读。迄日老爸去山里带寮，迄下暝志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巢，逐项清楚就去困吼。即段倒啊，就是交代即侪代志吼，三项代志。第一项，老爸去山里带寮吼，所以厝里无老爸啦，无大人吼，无查甫人。迄下暝志勤饲牛转来吼，所以下暝就是已经要暗啊嘛吼，志勤已经一工的农事做煞转来，但是老爸伫咧山里带寮，意思就是带伫咧山顶的即个厝寮啦，就是寮就是小木屋迄类的吼，叫做寮吼。志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巢吼，过来是逐项清楚吼，即句话就是意思，逐项拢做甲好势，有条有理吼，井有条，逐项厝内逐项拢该做该收的收啥吼，就是逐项清楚。这4个字，但是已经交代足侪代志吼，就去困吼，所以暗时啊早就去困，就安尼。好，这段马文麻烦你。好，来，迄日老爸去山里带寮，迄下暝志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巢，逐项清楚就去困。零啊，以上。迄日老爸去山里带寮，迄下暝志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巢，逐项清楚就去困。语文甲问有法度。好，我试看觅。迄日老爸去山里带寮，迄下暝志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巢，逐项清楚就去困。Barbie，迄时老爸迄日咯，去山迄日老爸去山里带寮，
四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条，逐项清楚，就去困。好，3年诶轮理。迄个老爸去山林住了，迄个志勤饲牛转来，关牛伫牛寮，逐项清楚，就去困。好，咱继续吼。厝前一逝拿豆巷，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砸伫遐伫制大糕。就来搁解说一下吼。厝前一逝拿豆巷，就是因厝头前吼，即路两边有拿豆啦吼，所以厝前一逝拿豆巷，拿豆就林头树吼，林头树伊的果子像结起来，敢若往来吼，看敢若往来插插安尼吼，伊的叶啊吼，嘛是迄个叶缘吼，叶即个叶啊边缘拢有插吼，所以迄拿豆看起亮刷刷吼。好，外面树林内有一阵土匪，你创啥呢？来砸伫遐，就是藏在那边吼，咱来看一下砸。即个字其实我嘛足罕的听人安尼讲吼，所以砸吼。OK， 砸是压砸，讲交了妨害嘛吼，伊不时来咧砸我，但是伫遮毋是这遮是第三吼，所在溃阁无整顿吼，厝内真杂吼，门骹真杂吼，所以砸伫咧树林内，就是足危溃所在嘛，逐个溃伫内底吼。OK， 砸伫遐砸伫内底呢？你创啥咧？祭大糕吼，祭大糕就是你拜因的大糕啦吼，拜或者是各位所知拜因的迄个祖师爷啦吼，祖师爷啦吼，祭大糕。土匪的这大糕是啥？我是毋知啦吼，反正就是因拜因的祖师爷吼，因为争辩贼袂抢人的时，就大声祭献因的神明吼，所以伊后壁佫解说啊，头前看这大糕看无意思，后壁伊就甲解说互你听吼。因为争辩贼若无你抢人的时阵吼，就大声要祭因家己的神明吼，祭献就祭献吼，祭拜奉献吼。只讲袂抢人的时，其实就是讲伊要抢进前嘛吼。插一支旗伫中间吼，因安怎祭拜呢？你看伊就是描写吼，插一支旗伫中间，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吼，倒对倒位一死，大家就去抢迄位吼，就是迄支旗插伫中金纸若烧了，迄支旗倒对一边，就对一边去抢就对啦吼，这算。因的这个神明指示嘛吼，去抢迄项，抢较济，抢较安全吼，较袂去互官府掠去吼，所以就靠上帝，有毋是？靠这个因的神的指示吼。我来继续看咧吼，世俗的神明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吼。当然，这是天花板，伊是牧师啦吼。这基督教的神明
和世俗的神明无共吼。因认为讲世俗神明无好啦吼，安怎无好？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吼，对家己有好啦吼，你甲拜伊，对伊会互你好处，但是害别人安尼吼。好，即段马文爱麻烦你甲咱完整甲读一遍吼。好，来我读。厝前一逝拿豆巷，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砸伫遐第这大哥，因为真变贼袂抢人的时，就大声祭献因的神明。插一支旗伫中间，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倒对倒位，即是大家就去抢迄位。世俗的神明实在是利益本身，害别人。OK， 大声吼，大声。祭献吼，大声啊，因为白话字的声是 SENG 啦吼，我相信各位大家小关系者。对。嘿啊，倒对一时，大家就去抢迄位吼，倒对一时。应该是这个字应该第8声吼，所以倒对一时吼。OK， 啊，过来是利益吼 ，EK 是益吼。OK， 利益。丽雅，你敢要规段读？我读看卖。好。哦。就前即逝吗？厝前，嘿对。厝前即逝拿豆巷。一逝。拿豆一逝拿。哦。厝前一逝拿豆巷，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砸伫遐，伫找这大哥，因为真变贼。袂抢人的时，就大声祭献因的神明，插一支旗。插一支旗，伫中间，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倒对倒位，即时，嘿对。倒对，大家就去抢迄位世俗的神明，实在是利益本身，害别人。好，因为我读一句，你都要读一句啦吼。一段应该是讲一段吼。厝前一逝拿豆巷，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砸伫遐，伫做大哥。厝前一逝拿豆巷，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遮伫遐，咧做大哥。砸伫遐吼。砸伫遐。因为真变贼袂抢人的时，就大声祭献因的神明，插一支旗伫中间。
伫中间。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倒对倒位一死。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倒对倒位一死。一死吼，大家就去抢迄位。大家就去抢迄位。世俗的神明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。世俗的神明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。好，芭比来，原来一段一段来吼。厝前迄撮纳豆巷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扎伫遐，咧祭大哥。注定迄歹势，我来吼，一句来。厝前一撮纳豆巷，厝前一撮纳豆巷外面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扎伫遐，咧祭大哥。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扎伫遐，咧祭大哥。因为争扁贼袂抢人的时，因为争扁贼袂抢人的时，着大声祭献因的神明。着大声祭献因的神明。插一支旗伫中间。插一支旗伫中间。金纸烧了，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倒对倒位一死。看迄支旗倒对倒位一死。大家就去抢迄位。大家就去抢迄位。世俗的神明。世俗的神明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。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。三年你有法度家己读无？好，厝前迄撮纳豆巷外面树林内有一阵的土匪来扎伫遐咧祭大哥，因为争扁贼袂抢因旗伫中间，金纸烧了，看迄支旗倒对倒位一死。大家就去抢迄位。世俗的神明实在是利益本身害别人。好，咱是你有兴趣啦，含阮斗阵读，就会当起来吼，我甲你invite。好，继续后一段，就倒啊吼。志勤袂困的时，老母伫听你讲。我伫伫遐读吼，芹啊，外面迄3岁伫倒，即句感觉鬼说应该免啦吼。马文换你。要对答的对啊，迄个，安尼。无。你若要讲完的话，也是安那对头开始。对头开始。袂困的时。志勤袂困的时，老母伫听你讲，芹啊，外面迄3岁伫倒。伫倒吼。好，玲啊。志勤讲，阿娘，伊狗是。嘿啊，嘿是嘿。毋是鱼，狗是别人。迄狗吧，伊是拼音吧？是。狗
哦，迄架是别人伫要拍分甲牛分棒，把牛分棒，分棒，甲牛分棒，放嘿，分甲牛分棒，把牛甲牛分棒，讲阮做，老红白酒花，目睭花，目睭花，目睭花，老人目睭花，看是目睭花，毋是目睭花。嘿，目睭花，老人目睭花，看着哪？对吗？看着那豆瓜，看着那豆瓜，食擦啦，伊无伊的音嘞，伊无伊的音，伊敢若死的一个切天。这小擦啦，茶仔咧烧金，看袂明，安尼是什么伊伊的名，志勤也不该记忆，不该记忆，就关网关门，困，关门去困，毋是关网去困。是，即只不该记应该是有type 步啦吼，应该是 KAI 第二声才对吼。不该记就是完全毋知你不解其意啦吼。不该嘿，其意。好，明仔进度较紧啦吼，咱读无法紧的，逐来袂要紧吼。语文我一句你一句啦吼。志勤未困的时，老母伫厅里讲。志勤未困的时，老母伫厅里讲。勤仔外面迄衫货伫倒？勤仔外面迄衫货伫倒？伫倒哦吼，倒是第八声。倒。好，过来吼。安领，迄敢是别人伫放烟？安领，迄敢是别人伫放烟？嘿，敢吼，敢是吼，毋是敢吼，敢当然意思相像，但是音无共吼。啊，但是汉字嘛是拢相款，是你会使写做敢吼，但是你只是读做敢吼。迄敢是别人伫放烟吼，意思嘛相像吼，吼，就是 probably 啦吼，可能是别人伫放烟，甲牛分肉。甲牛分肉。老人目睭花。老人目睭花。看着拿豆外贼仔伫烧金。看着拿豆外贼仔咧烧金。看袂明。看袂明。志勤也不该记忆。志勤也不该记忆。就关门去困。就关门去困。就是老人看老人可能知影意思啦吼，知影看人一群人咧烧金，知影代志有啥物代志要发生。啊，志勤少年人吼，毋知影迄啥物意思，不该记忆吼，不以为意啦，门关个就去困啦。好，芭比要倒我念嘛吼。志勤未困的时，老母伫厅里讲。志勤未困的时，老母伫厅里讲。勤仔外面迄衫货伫倒？勤仔外面迄衫货伫倒？安领迄敢是别人伫放烟？安领迄敢是别人伫放烟？甲牛分肉。甲牛分肉。老人目睭花。
老人目睭花，看着篮豆外贼仔伫烧金，看着篮豆外贼伫烧金，金 KIM 吼，喙仔合起来金，金嘿金。伫烧金，毋是你喙无合起来，你读煞的时阵喙仔嘴巴要闭起来吼，闭紧一点，金。金好，对，安尼就对啊。看袂明，看袂明，志勤也不改其意，志勤也不改其意，就关门去困。就关门去困。三年伦理，你有法度家己读无？三年你莫去无开。三年可能无方便吼。好，安尼无咱，好来你读，来，甲咱收尾一下，今仔日，嘿，歹势嘿。袂，你读，嘿，好。志勤被困的时，老母伫听你讲，去那外边迄啥会伫倒？安领，迄敢是别人伫放烟，甲牛分放？老人目睭花。看着篮豆外贼仔伫烧金，看袂明，志勤也不改其意，就关门去困。OK， 感谢吼。只有一寡我无过说，我想讲足明显的吼，足浅的。听呢，就是伫个神明厅啦吼，伫古早厝中拢是神明厅吼，啊嘛是做客厅吼，听呢，伫厅里咧讲，志勤回答讲，敢是别人伫放烟吼，甲牛分肉吼，这应该知影意思啦吼，放烟就是伫放烟吼，当然毋是用放的吼，是兄一寡物件咧烧啊，就会熏嘛吼。甲牛分肉，目睭花看着篮豆外贼伫烧金，看袂明，志勤好，安尼到遮吼，敢有啥物问题？我想应该无啦吼。若有无解说着，无讲着，你有问题，你会当甲我讲吼。OK， Peter 离开啊吼 ，Peter 流传不广吼。是你无想要互广，就不会广啦吼。你若有兴趣互广吼，伊就会足广吼。你免烦恼，阮大家就是要互广吼，这就是阮咧做诶代志。所以我希望讲你若有迄个兴趣来读，就来参与啦吼。安尼今仔日到遮，咱后回咱再搁继续读吼。翠丝线白话版即个白话字诶版本啦吼。其实伊是写到足好，是足好诶小说吼，所以。就算安尼一字一字读，我相信大家嘛读啊一个津津有味啦，这是真正足好小说吼。要互恁一人1分钟，有感想无？要讲啥物话无？说恁讲。我会当问伊，你讲。是叫安妮。安妮对，我对头要讲安妮是安妮啦，这无共所在腔口。像阮遐有人就安尼讲，安妮吼。哦。嘿，你可能毋捌听过，无人安尼讲，你可能你毋捌听过，就感觉怪怪。但是我虽然就有捌听人安尼讲吼，安妮嘿。因为这是1920年代陈溪畔牧师所写的小说嘛，是写1887年的故事。对。另外一个小说是安妮的目屎，就是写即个安妮。嘿。安妮的目屎嘛是，因迄个时代有可能就是我著讲嘛。若阵讲咱拢倾相信20年的时间已经就小可变化嘛，你看1920年到进是100年，200年就大的变化，迄个大的变化若夺一半，嘛无啥变化啊。我是讲有当时，请讲。歹势，我知影你表达意思吼，就是足古早的讲法吼。但是呢，我一直认为讲吼，毋通讲即古早人。
你讲的即嘛无人安尼讲，我着袂用安尼讲，无即个意思，无绝对毋是安尼吼。对，你甲跳转来吼。而且为什么我直直强调我捌听过？其实可能毋是阮遐人安尼讲，应该是我伫咧细汉的时阵，伫咧歌仔戏听人安尼讲吼。伫咧歌仔戏内底讲安领吼，这是足接听着吼。啊，当然即嘛人都讲老母较汉人咧叫娘吼，或者是讲叫妈妈吼，叫母啊吼，可能较汉人汉尼人咧叫娘啦吼。啊，但是你若口语就讲安领安尼吼。OK， 语文有啥物？一分钟。无就感谢大家安尼。继续读落去啦。有兴趣读，嘿对。故事啊。安尼哦，我甲你讲，后壁故事落落长，咱听我读几啊年，我真正即本书读几啊年啊。好，芭比。出记载。嘿，芭比，一分钟。我着真介意安尼，对顶回阿关安尼。带我安尼4人1句安尼啊，我着足轻松。但是我真介意安尼方式，因为我是声控迄款的，就是我听音安尼，这是较帮助我的学习，我直接听，我就直接看迄个字，安尼我学足紧的。是，希望真感谢。后个月你会当甲你背起来。今日大家，嘿是，今仔日因为个我足介意听迄三年。我自以早就介意，因为以早咱做伙读书嘛，读册的时阵，另外一间嘛门开的体检。第3年入来的时阵，家己的时阵，我着注意讲伊虽然讲读较慢，但是伊个家己真准。我着真介意，我就是因为听迄声音，我安尼甲学，我着知影讲我爱纠正我。因啥我咧学的时阵有一个。可能阮即个呢，就是较凊彩啊，所以讲拢无就认真的注意迄个家字，真感谢，就是逐回就是恁遮的前辈拢会啥注意听着我的发音，甲我纠正安尼我学足紧的，多谢。因为耳孔去插着，真艰苦啊，直接主动就甲你讲的。好，3年1分钟。3年，佫无方便，袂要紧。3年佫出门啊？好，袂要紧。较早我伫咧饭店咧徛柜台吼，我甲日本人去讲，足多我迄当阵咱发音我袂记，敢若足多麦地还是安怎？足多麦地，我袂记迄当阵台湾的发音，伊就会甲我重复一遍，但是伊用日本人的发音方式，我几十摆了，几十遍了后，我才发现讲原来因咧甲我纠正，因咧甲我讲，你应该讲即种，就是爱正确的发音方式安尼。人拢是本性就是安尼吼，所以毋通见怪，就是阮甲你纠正吼。OK， 欢迎其他人原来有兴趣的拢会当来读吼。各位即个约克甲阮要关房啊，你才入歹势吼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礼拜四暗时9点，阮出死线的故事，咱再继续，规章再开始。欢迎大家有朋友要招的，拢招会使来。当然以后人侪无法度人安尼一人一句一段读几十遍吼，可能就是分组啦吼。安尼袂要紧，人愈侪愈好吼，咱绝对欢迎大家到遮来关房，感谢各位，好，各位安安。多谢大家，再会。拜拜。